急尿都唔記得咗，一路飲一路好急都唔記得咗，掛住笑。今日係2025年12月31號，而家係早上嘅9點10分。我喺 Mid Valley 做乜嘢呢？睇歡樂早場啊嘛，15溝，即係葡幣港幣30蚊都唔使。我嚟睇項少龍啦，梗係。2001年我做緊咩呢？2001年呢，我係一個小學老師，不過忙到九彩，因為帶舞蹈隊、帶朗誦隊，基本上每一日淨係翻屋企瞓6個鐘，跟住繼續翻工，所以基本上夜晚咧係唔會有時間睇電視嘅。咁而呢一套《陳秦記》咧，就係2001年咧喺 TVB 好鬼 hit 嘅一套科幻搞笑嘅電視劇。2001年到而家2025年啊，25年嘅時間都可以經歷好多嘢啊！我自己經歷咗甜酸苦辣啦、生離死別啦、人情冷暖啦、世態炎涼啦，所以咧2025年咧我就選擇退休，不問世事，龍貓為樂，種菜為生。咁你哋2001年嘅時候，你哋又做緊啲咩呢？其實今日嚟睇翻呢套戲咧，都係揾翻一啲集體回憶嘅啫。你話我係咪好中意啊項少龍或者係阿林峰嘅咧？其實我已經過咗啦，Auntie 我已經過咗呢個好迷戀佢哋嘅階段㗎啦，已經唔會因為佢哋靚仔有型而去追佢哋。實質上係真係揾翻recall 翻自己25年前究竟係咩情況咧？嗰陣時香港、澳門究竟係一個咩嘅境況？拍出嚟嘅電視劇又會係點樣咧？我都盡人事啦，呢幾日盡量已經係想煲翻呢個原本2001年版本嘅電視劇，但係時間嘅關係咧，我係煲唔晒嘅。但係都仲有啲 idea 入邊啲主角係究竟係邊幾個嘅？Never mind， 15溝我哋今朝晨早9點幾嚟到邊嘅啲人已經準備入場㗎啦，其實已經大家都好似好緊張咁。咁但係好老實講嚟睇嘅咧，其實都係一啲我哋叫華裔嘅面孔啦。因為始終呢一套都係廣東話嘅電視劇，咁啊應該都係華裔嘅面孔嚟睇嘅。好好笑，好耐未笑過咁開心。好多廣東話好搞笑嘅嘢咯。今日最後一日大除夕，好開心咁樣一個早上，急尿都唔記得咗，一路飲一路好急都唔記得咗，掛住笑。提大家。散場唔好咁快走，因為有一個 happy ending 喺度。你會好舒服嘅，睇完之後有個神秘人啊公主都出現埋。好嘢，15溝抵睇。